點解回南天明明咁濕，但係皮膚反而會又油又乾呢？其實回南天咧就唔係普通潮濕，而係天氣由凍突然轉暖，令到環境濕度高度接近飽和。喺呢種情況呢，皮膚表面就特別濕焗啦，所以你好容易就會覺得塊面黏黏地、油油地啦。但係問題係咧，表面濕咧就唔代表你皮膚變成水光肌喎。當角質層長期處於過度潮濕嘅狀態，屏障穩定性反而係會下降。雖然呢個論文係講尿布疹嘅，不過其實原理都好類似，就係因為一個焗住嘅環境，令到屏障結構係唔穩定嘅，佢係通透性會增加啦。咁所以咧，刺激物同病原體都好容易進入，同時間水分咧其實都係容易散失嘅。所以你先會出現一種好矛盾嘅感覺，表面似好油，但皮膚入面咧又繃緊又乾，甚至泛紅刺痛。再加上回南天通常伴隨冷暖轉變啦，對於敏感肌嚟講咧，皮膚神經同埋血管反應會更加明顯。對於本身易敏感、易生粒粒嘅人咧，通常係會更有感覺嘅。所以回南天護膚咧，重點就唔係一味狂補水，而係先減少刺激，穩定屏障。